吳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4B 班嘅郭媛碩，我係4B 班嘅羅婉希。今日我哋一齊探討經濟安全同埋數據安全。經濟安全係指一個國家喺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消除同化解潛在風險，抗拒外來衝擊，以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確保國家經濟利益持續處於穩定發展嘅狀態。經濟安全係國家安全嘅基礎，係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嘅有力保障。羅婉希，你又知唔知道作為香港市民嘅我哋點樣達至經濟安全？我梗係知，作為香港市民，我哋應該積極投身香港嘅經濟建設，喺自身嘅工作崗位上盡忠職守，為香港同國家嘅經濟發展貢獻自己嘅份力量。而作為學生，我哋要好好學習，提升自身嘅資訊素養，唔俾自己作出違反道德嘅行為。譬如網絡欺凌。郭媛碩，你又知唔知道乜嘢係數據安全？數據係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嘅基礎，係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數據安全係指通過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數據處於有效保護同合法利用嘅狀態，同埋具備保障持續安全狀態嘅能力。郭媛碩，你講得好清楚啊！我而家明白晒啦。咁香港現行有冇立法保障數據安全？梗係有啦！香港特區嘅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就係專門為咗保障個人資料安全而訂立嘅。條例賦予國際認可嘅法定效力。冇錯，我知道香港設立獨立嘅法定機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負責條例嘅執行工作及促進確保條例獲得遵從。我哋作為學生，加強對數據嘅保護同合法使用數據，尊重知識產權係支持數據安全嘅有效方法。今日國旗下講話分享完畢，多謝。